收看因果禅灵红宝忏。良早设想发现未来，路是自己行出来，实实在在继续搁拼看卖，规家营营的习惯着爱改，打拼的人。脚无永远徛在，名声若好才有空，金面招牌。路是自己行出来，实实在在继续搁拼看卖，规家营营的习惯着爱改。打拼的人，脚无永远徛在，名声若好才有空，金面招牌。一切都拢走袂去，呀！好快！什么无样死？哼！明赛做伙死，靠破啦！本事破产，你竟然甲卡做对，呀！就好了。原来真是，想讲是阮的囡仔呢。不管前世、今世、后世，我永远都要伫恁的身躯边来保护恁。你的恩情，阮会永远感激在心。吴主仙，我这个有够无容易的，去迄泰山哦，远方的所在，再甲你求这个避孕刀倒来，食了哦，身体好了了，个人就健康了嘞。吴主仙，哎呦，吴主仙啊，哎，奇怪，到底只走去倒去？小姐，你会啉参汤来啊？小姐，啊你是安怎？你有倒也无爽快？行哎，是安怎？哎呦，小妹啊，你是安怎？你哪会头要吐呢？嘿，儿啊，恭喜恭喜！你咧是有啥物通好恭喜咧？小等你就知。好消息，好消息！老夫人终于大人，恭喜恭喜！是啥物代志啦？老夫人有心啊咧！阿妹有心啊！贤弟啊，你真牛，确实为阿妹博贤弟啊！上好啦，紧来，好好伺候你小姐。是。哎呀，恭喜啊，恭喜啊！哎呦，我的好消息！哎呀，老夫人啊，恭喜啊！什么代志啊？恭喜恭喜！你恭喜！当然嘛，恭喜！人阮小妹啊，已经有心啊咧！啊，林公也有心，天哪！林公有心，儿啊，恭喜你双喜入门啊！
这体是电梯。阿娘，我哪无听到小弟的声音？戆囡仔，即马才2个月尔，是要安怎听到声音？瑶瑶，啊你哪知影是小弟？阿爹，我逐工忙去甲小弟剃头呢。真是嘞！阿美，其实老禅师时常伫咧学了咱瑶瑶，真正有灵感，即届预感有准啊！我嘛最希望是安尼，也毋过我阁足惊互你失望的。袂袂，阿美，我即次真正有信心。吉人送子有喜音，落车风云坐头顶，传宗接代乐天伦，好文父子救万民啊，救万民。阿英啦，啊你毋着叫阿美运动才对，毋通叫伊踮仔咧吟诗作对。阿美，你来，阿娘带你来去迄边运动。老夫人啊，你写叫袂记，这补品毋是要趁小食啊？哎哟，我真是上命老糊涂，会过迄节，啊，都袂过迄两，安尼啊，查某囡仔人较闪的。阿弟啊，这补着趁小食才好。阿燕啊，去房间照顾灵公啊，阿妹互我顾就好啊。哦，好，啊无我来去。阿爹，我嘛要去。我要去啊，要去行。阿袂要紧哦，等小你补着加食一寡，才会生后生，吼。紧来，紧。小。阿姊啊，替恁来号名，看是号做骁龙，也是骁虎。对啦，小玉林。好来好去拢后生，其实女儿嘛是无要紧。男女平等拢疼痛，天下父母心拢相共。我对玉瑶疼入心，将来恁儿甲伊是平等啊，是平等。阿爹，你袂使大细心哦。哎呀，放心啦，阿爹绝对查甫查某拢同款。小姐，最近将阮爷吼，伊拢去照顾李夫人啊，一工只有来遮巡一遍，佫敢若运导游咧。我会当了解相公的心情。边边仔拢有心啦。佫再讲哦，啥物生后生就还佫毋知呢，即马就咧大细心。小芬，你哪会用黑白批评老爷？小姐，李夫人入门都还无半年呢，一个有心就遮尔嚣摆，强强要爬到小姐你的头壳顶去，比你也是看足袂做你啊。小芬，你无了解灵公的威力。其实当初伊嘛是国早这站亲事，才来离家出走。你若真是要落跑吼，你著规气走啊较远的，莫佫倒转来啊。你毋通袂记，伊捌救过咱两个人的性命。你袂当讲为着报恩，你就来忍耐，厝就伫咧让，让到尾啊，小姐，你就用冷落了。老炮新娘有心机，10年深情无地比，春花开满剪旧枝，随性贵子随娇妻。新公主，你聊得足准的呢。对啦，新公主，你一定有真好命格，要帮助迄小姐。人有千算，天有一算。随性贵子，这天公伯啊，早就安排好势，一切拢是命。小芬，你先把这花开落去。是，小姐，我相信你一定是贵子的。阿妹，这个小芬哦，对你确实在真死忠。伊为着什么人要生贵子，替你咧做烦恼的啊！丽姐，你互我去贴米芳，到底敢有把握？当然嘛有把握。阿妹，你要继续安泰、安好稳，到时阵吼，你着咱控制命运啊！多谢丽姐。你无需要甲我说多谢，我甲你兄无共款，我对你的心永远都袂改变。
阿美，这段时间你一定要忍耐，爱两步。人讲，人惊伤心，手惊北过。你千万都唔通为着期望来怨妒、来伤心啊！多谢你这个提醒，我一定袂怨妒，袂伤心，我会坚强的忍耐落去。阿燕啊，这鸡汤是我叫厨房听人去山顶掠的山鸡，这炖起来足补的。安尼啊，既然若要补，你嘛着爱补一下。无喏，安尼啊，唔免补啦。即马上重要就是这两个新妇。连讲啊，迄鸡汤你啉起来汤头啥款？好啉无？安尼啊，我感觉这汤头真好啉。哦，阿美啊，安怎？我感觉油较咸啊。咸哦，啊，紧去叫厨房啊换一碗较正的小份啦。是，唔免啦，唔免麻烦啦。我的胃无啥爽快，食袂落。大人，这也是你原话要互李夫人补身体，哦，敢若一盒尔呢？大概是你原话疏忽啊。是啊，我看这身体互大夫人用好啊。唔免啦，袂记我的胃也无爽快，无迄个胃口通享受啦。安尼啊，相公，我先讲者。哎，紧对入去，莫互收收去，等下你当对囡仔。啊，讲是讲准爱讲。对，好瑶瑶，你才有够熬的。我看你这种天分哦，你定后摆哦，比恁老爸啊，比将军大人搁较熬哦。我以后要甲你同款，叫妹小姐。哦，安尼哦，搁较好咧。袂的啦，瑶瑶，你阿娘吼一定唔准你安尼做的。瑶瑶，妙哦，哎。我今仔日三更真到下中心呢。真好。大夫人啦，哦，若讲恁瑶瑶吼，确实有够聪明，啊嘛有够巧呢。若这个天分哦，后摆哦一定比咧将军大人搁较熬。啊，不但是安尼咧，人恁伊足互我讲哦，后摆若大个时阵哦，伊要甲我两共款哦，学安尼骑马搁上战场哦。袂用的。娘，为什么袂用呢？我讲袂用的，就是袂用的。以后不准跟我生气。瑶瑶啊，小，唔好伤心嘛，唔好讲。我你讲哦，大夫人哦，就算唔当像你白囝啦。啊，若白囝人哦，情绪较无好啊，切成安尼爱头头翘起吼，所以你唔好伤心，另间我搁替你讲好话好无？唔好哭吼，乖吼，乖啦吼，乖吼。奇怪，大姐最近一直对我发脾气，敢会是食我的错？牡丹花开甜心树，孤芳自觉情难收。小龙心思想袂透，何时春风满西楼？小姐，唔好啊啦，代志唔好啊啦。啥物代志？拄仔迄参谋吼，又送接迄个非常难得的安南甜香咧。啊，将军爷看足欢喜的，伊就赶紧带迄二房哦，去伫迄佛堂点香抄经啦。哦，安南甜香。将军爷吼，即摆是愈来愈偏心啦。若是有好代志，拢嘛先找李夫人，根本都无将小姐你看伫眼内啊。金光草经初相随，良言相守过花味。秋芳红红四边位，佛心点点我是谁呀？我是谁？什么甜香，什么经，你问心看来，根本就无我的存在嘛。哎呀，阿美，你
你唔通误会，其实我是好意呢，我要互你加休息一大句啊，所以才唔敢交叉你啊。免搁讲啊！手咧操筋，心咧头成军，虚人不做。你根本就无心嘛！大姐，我无虚人不做，明明就有，搁加钱！阿妹，哎呀，你哪会用这无理啊？那是人讲草的经文，你哪会用讲你离掉？迄是啥物经文？一字一句拢是来想你，迄是啥物经文？哎呀，就算唔是经文，你嘛不应该安尼无理。无理的人是我，是无你的是我。你声声句句讲要尊重我，叫我阿姊，你心肝根本就无我的存在。想讲由你来操剑，你若尊重我，应该甲我通知一下。哎呀，阿妹，这拢是我的意思，你哪能怪人讲？为何怪人讲？敢讲爱怪我家己，怪我家暴，怪我无理，怪我无同良心。想讲，我今仔才看好清楚，你的心肝啊，敢若有伊，根本就无我，根本就无我，根本就无我。阿妹，阿妹，你唔通生气，唔通激动，你安尼去动着胎气，你敢知？阿妹，十几年的阿母亲，加上一张薄薄的经文，我就完蛋，我就完蛋了。大姐，拢是我唔好，请你原谅我。原谅我无好，拢袂好，阿妹，大姐，阿妹，哪会安尼？大姐安尼想，拢是我害的。我实在也真想袂到，阿妹竟然甲较早拢完全无共款，竟然为着小可的代志发到这大的脾气。大姐伊即马遮尔怨妒我，叫我以后是要安怎？明讲，嘛有失地，人有过错，无得靠兄弟咱两个人嘛有毋对的所在，所以以后我都爱遵守对阿妹的诺言，爱对恁两个人好好平等的看待。但是，明讲，我会甲你讲，以后可能我会较少时间去陪伴你。相公，这我拢袂计较，只要大姐的心情会当较好，莫阁误会咱两个，就算讲你用规工的时间去陪伴伊、照顾伊，我拢愿意。阿妹，假使若有你的1/10的想法，毋知要偌好呢？啊，工是工准爱工人，啊，爱分小牵连。名声若好，才有福，因的招牌。搁耍，全盘计划就伫我掌握之内。我要办法来领地比赛，人生不如死。哎呦，袂啦，哪会死？迄大夫甲我讲过呢，你若好好食药啊吼，拢足健康的，袂死。这是啥物？啊，这药啊，啊你规身躯酸痛拢袂好势，啊你这食咧，就规拢好好啊。来，紧来。无爱，我不爱食。哎呦，你若安尼啊，我对你是特别的呢，啊听得了你食，啊你搁无爱食，我食袂好啦，你知影？吼，你莫卡来手来好。是啥物我咧卡来手来？吼，你讲话有够歹听呢，那我是还没结婚呢，拢对你嘛算特别的。啊，若无要讲起来吼，咱那阁是亲情呢。亲情？亲情无对，你娘哦，伊是我的妹婿对毋对？啊，若阮小妹仔讲起来吼，你爱叫二嫂，嘿，啊，若要牵来牵去的时阵，我阁比你较大8分哦。阮若要讲年龄，那我的年龄哦，可能比你较细啦，嘿，所以无啥要紧。莫咧过来。若是安尼讲吼，我应该叫你李书记啊。哈，叫李书
景换日爱安排，天理昭昭报应来，歹心毒计拢爱改，因果报应你着知。目睭抓一粒线，伤心感觉较自然。你痴情，阮了解，已经打动阮心弦。你该选择我，酒后吐真言。感情世界有啥人证明？最后敢会变魂烟？爱你这用心，不敢对你有欺骗。你对阮的爱，希望真正有缘。爱你这用心，无奈不敢有怨言。你对阮的爱，一定不敢表现。啊，讲是讲准爱讲人，啊，爱分相牵连，不过选择有啥人欠谁？